开了个站桩店，前两天开业，前几天吧，就前星期六嘛，星期天开业的，我没去。这个屏幕有点太小了，这个炫光。是杨旭儿。跳舞精灵舞，然后我唱第二个，第三个是那个火锅。这是永吉吗？哦，对，他来了。他以为本来说是永吉领舞的，这个说星期六在领。杨旭儿他们两个都是幼儿园的。这个是第二次领舞，不知道是几次，反正记不清楚。他们随时可以。这是小罗，跳了衣服都要脱掉，太热了。不对，头发颜色不对，得调，颜色调一下。今天星期三是穿正装的嘛，但是今天应该也没管吧？基本上穿了吧，而且前面几个人都穿了正装。永吉头发好长哦。再放近一点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
塑料袋带他那个氢气嘛。체리 세진들라 배송 바공자 이거모 저이도라 조요 바공자 이거모 저이도라 조요 대게 리빈주네 연주디라 초송 바공자 이거모 누구 쳐라봐요 바공자 이거모
梦这个小喇嘛哟，嗦呀喇嘛公扎一个梦，这个小喇嘛哟。你打电话干啥？每朵浓蓝江松，把公扎一个梦，每朵在蓝秋，把公扎一个梦，哦，每朵在蓝秋。除了呀公鸡家不，还没有那祖宗。把公扎一个梦，单北京啦悠悠。把公扎一个梦，哦，单北京啦悠悠。哦呀啦，把公扎一个梦，单北京啦悠悠。一个梦，天地间啦悠悠。好像饼干都没带，好多都没，有几个都没带。啊，不用。大什么点啊？怎么我瞧一下这个？
哪木娃来了，娃娃来了嘛。啊？红袖喊你没得？哪个？红袖。还没看消息，晓得。这个是好冷吗？这人脸好冷啊！卖鸡，小西西都开始跳了，再不跳就没时间了，这只半个小时了。你要去不？啊？你要去不？不晓得啊，不要，我没看消息，我不晓得。多少过生的嘛？才15岁了吧？17岁。我说15岁吧。午休不知道，没看了消，我抖音都很少打开，我一般查了视频就关掉了。
没看的也小太多了。等人登进去，麦吉小西西，跳起来就冷了嘛。曲卓儿在参加那个礼堂卓玛的姐姐的婚礼，他姐姐结婚嘛，然后把他们去了拉错曲卓儿、戴宗，还有丹尔姆，还有谁？就这几个吧，反正去了几个人，因为他姐姐结婚，他姐姐来的时候。次数也不多，并且确实太少了。礼堂卓玛的姐姐结婚，拉措嘛，曲卓儿嘛，还有这两个戴宗嘛，还有丹尔姆嘛，4个，还有谁？还去了5、6个人左右。卓玛出去没有？没去。曲卓儿从他们老家雅江那边过去的。哦，对，玉珠也对，玉珠也在。没想，我就是突然想不起来了。扎西拉哦，下手的无限的手，呀是的万个手。
这个肯定嘛，你想嘛，从成都到礼堂好远哦，坐车都要坐好多个小时，还有高反。你们来的时候哪儿赔啊？钱工啊？没有啊，哪儿我说你们来的时候在哪儿赔啊？钱工赔吗？没赔啊？没赔，到那回去耍。拍手，拍拍手，这是拍拍手。Ya la
不能哦，不能，他是吃了不了。今晚上都没饭，晚晚都没吃。咋了？我跟你想接手噻，像我爸爸嘛，他们回去吃，你吃了？有肉，我吃了。有好几天，我3天没看。昨天我看他们在罗马看的好热闹。哪个？昨天开徐，啊，还有咱他是每个地方都要去的。不，他们去罗马跳，平时都在这边跳噻。他一般，他每个地方他要不就是在西面跳，要不在这边跳。他很早都昨天就在罗马跳。他是每个场都要去，对。每个场他要教书的，他自己看电视。他要收徒弟那些噻，他每个场都要去噻，他不能只一个场地跳噻，是不是啊？多去交流噻，你要说明跳得好嘛，你就找他报名噻，对。就这个意思嘛。我昨天去，我把屏幕换了那个换好的，屏幕就是我那个手机看。这一年里面，一年以来，物质变化最大的就是吴京。他以前他跳了，别人都跳不了他那种舞姿，他就变多了，现在变得正常多了。以前他吴京的舞蹈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跳，自己一个人能够跳，其他队学不来。戴眼镜那个时间轴，哎，打几个？手机稍微推远点好。小路都跳到哪里？跳路都跳累到了。扎西歌庄，这个歌有点多，2分多钟。
你说中那没有几中那手机，把手中中在那当中那手机呀，中那机呀。没有用错，用错没来。这3个是麦朗错，麦朗。哈喽，麦朗错麦吉，阿米。三
康卓吗？没有，不是去澳大利亚了吗？啊？澳大利亚去了吗？啊？他不是说你出门去了吗？啊？我操他！你出门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下来。那是康卓吗？康卓了吗？啊，基本上哎就是，哎，这我就觉得是康卓。这个有点长哦。首唱不过第几段哦？不知道是几段。这边的人都空了。那个是康卓。特色。那边 CD 有个几字母舞啊，呵呵，意思。首唱不歌，它有点长，完整版的话应该有11分钟左右。
报吗？要休息了吗？马上结束了，还有几分钟干嘛？来，我报吧，来。报嘛。马上结束了。面中我要别接受我的泪哟，干嘛这个说的我情意啦？悄悄话我当你说了家你，又不在我山里面弄了你，其他你这里了大钱的哟，干嘛这种嘛的我常意啦？鹿儿桑拿，鹿儿桑拿以前卖，哎，他之前卖在药店里面上班嘛，现在又是自己卖服装，名字都改了，叫什么欧姆啊，哎呀，这是啥？我忘了名字改了。哦，这个来了的嘛，这个好久没来了，这个叫啥名字啊？搞忘了。哦，对，翁修，很久没来了啊。他跳舞跳的，他抖音上跳舞跳的其他的舞，什么舞都会跳。翁修卓玛。嘿嘿，这个什么？
关注，一直在关注，关注。还有一条，都拍了70分钟了。你几点来？70分钟。70多分钟了啊！新歌。像是哪个地方的？结束了，姐，最后一曲就结束了，还应该不得看了。还没结束吗？不知道。那你抱着吧，我走了。好，你不在这儿玩吗？不在旁边。啊。这个他妹妹去玩玩。拍了。他们走了一些了嘛？去了5-6个人在礼堂那边。曲儿我拿错了一些。我就问一下，那个是应该是属哪的亲戚？那个是你家亲戚吗？对。估计是你们亲戚。表妹对。对，估计。你是好久没来了嘎？2-3天来一次。来了。我看你每天都来，外面有点开始都。我反正来这跳一下。我这基本上每天都来了嘛，每天都来。我看你镜头来。啊？你用的哪个镜头？27。27，我主要是调小长的时候。92.8那个嘎。哎。这个16000，好多19000。没得啊。这个用啊。27节目2代的嘛。啊。这12600左右吧。我以前买，我也用将近1年嘛，卖回去原价卖的。好不好用？好用啊，变焦的了嘛。就是在是整一个镜头，我也不晓得整哪一个镜头。变焦嘛，你主要是看你预算还是看光圈嘛？主要是想整个大光圈。光圈啊，要变焦的嘛，定焦嘛。就是在考虑要用变焦嘛，你有那么多嘛？你有500的嘛？1.4的嘛？一个50，一个3516，1635。有宽有超广角啊，够了噻。哦，你说那个变焦那个？50有点远了。50有近点儿的。近点儿你调小长可以，在中间拍肯定就不行。不行，那个要85的了。啊。我也想考虑要不要整85。85拍单人挺舒服的。肯定是啊，人下来也好。超级舒服。但是你那儿小场里面拍站很远，小场里面时候人太多了，你给你站后面，全部给遮到了。如果跟他们拍作品，我觉得用85。拍作品肯定噻。
85拍的舒服。那肯定噻，但是你主要是小场要撇那些人的话，你抓撇那些你就要站很远，一大堆人把它挡到的。 85拍远景还好一点。出了个新的嘛，2870节目那会儿2.0，太贵了，2.2那个。 2870的话可以拍2个人那种。那没必要2.2，那个跑2770区别不是很大。所以我在观望，我看那种。缓缓要吃买2770节目这个比较保值，这个还是用2万1.3左右。我现在有2-3年了。哈。我那个第一个镜头用了将近8、9个月嘛，然后就想上原价买回去了，然后我又买了原价，买一个新的又买回来了。缓缓又听了哈，我的舌头。要是想感受下85的。我跟你说85的压缩感。他昨天吃花生。很舒服，拍照也舒服。他吃花生。